好，请问判乜嘅师傅呢？我本头家吃头路，掠下无些好做，想爱签头路。该我先同判理求职登記，14年內沒有人同聯絡，強去面試。我還想愛申請職業補助。好啊，那係做下倒模6次，到75年是否完成職業認定？算落來，我將請勞工保險票發職業嘅副本。請問是得補助幾久啊？青島是在補助6個月咯。該列份新賬單將到選項下，那係遇到問題，隨時是在來問我哦。好，羅蘭看拍頭前嘅影片，我哋來學習一下常用嘅詞彙。大家要記得聽輕音哦。吃頭路，吃頭路。解雇也可以說辭退，求職，求職，求職，失業，失業，失業，給付，給付，給付，錄取，錄取，錄取，申請單，申請單，申請單。盡多，盡多，最多。接下來，我們來學這些常用到的句型。我先同辦理求職登記。我先同辦理求職登記。我先幫您辦理求職登記。我先同，我先幫您。在這句話裡，華語的幫。客語可以說同，我們一起來念一次。我先同，我先幫您辦理，辦理，辦理。華語說辦理，口語上客語說判。華語辦是念不送氣的 b 按辦，客語念送氣的 p 按判。提醒大家注意一下這個字的發音哦。我們再來念一次：辦理，辦理；求職登記，求職登記；求職登記。這裡有一個字要特別注意它的發音，就是求職的職，是一個很短促的音。職，求職。我們一起來念一次：求職登記，求職登記。最後，我們再來練習完整的句子。我先同辦理求職登記。我先同辦理求職登記。我先幫您辦理求職登記。我們可以再簡化句子：我先同登記。我先同登記。我先幫您登記。兩份申請單請到選項寫。兩份申請單請到選項寫。這份申請單，請您在旁邊填寫。兩份，這份。申請單，申請單，申請單。請到，請您在選項旁邊寫填寫。兩份申請單請到選項寫。兩份申請單請到選項寫。這份申請單，請您在旁邊填寫。